天係唔得嘅喎，即係好奇怪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你冬天都可以，你着幾多件就係幾多件，但係夏天咧就係你要夾硬帶多件衫，因為上車又會凍，去到冷氣場所又凍咁樣，咁所以觸發我寫啲咁嘅嘢。有聽啊？竟然嚇？咩啲巴士咧搞到熱晒咯，即係啲冷氣巴士咧放啲嗰啲熱量高。係一時等車一時哇攞命啲巴士冇錯。一停車我跟住企喺個車尾嗰度噴出嚟，哇真係攞命！咪即係你唔開又唔係，又好辛苦係嘛？但係你開咗就令到其他唔開嘅更辛苦咁。咁係惡性循環，惡性循環嚟嘅根本上係咯。你自己開啲嘢。係㗎，即係你就開冷氣未屋企？未啊？學校開咗啦，未啊？學校開咗。我學校好凍㗎真係。學校好凍啊！我要成。係啊，嗱咁咪就係咯。而家嗰啲設計全部都係什麼啲緊窗嚟㗎嘛，全部都係。咁你係焗住要開冷氣㗎嘛？你唔開冷氣係唔得㗎嘛？但係其實係超嘥電㗎嘛，又即係一啲都唔環保㗎喎，真係環保問題啊！突然間講錯。